放手的祝福。文录音，单字文。面对死亡是生命上艰难的课题，尤其是伫面对亲人病危的时阵。阿母因为一口气喘袂顺，入院治疗。经过2个月折磨，病情起起落落，时好时歹。后来抵抗力哪来哪低，连头壳嘛生皮蛇。几十年来，这是我上接近死亡的一摆。随梦了解，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，死亡是咱人共同的终点，无人逃会过。只是即马轮到家己爱面对放手的决定，才看到心肝底上软者的家己，根本无法度详细记载这一切。病床顶的阿母，今仔日精神袂歹，山活我脑后咳咳，无大话硬挤出一阵仔，连家己拢无啥熟悉的笑容。阿母，趁你即马还足清醒，想要问你一个足严肃的问题。设使有一天你情况无好，敢有要互医生甲你插讲，还是进行急救？阿母一支喙白四煞，无啥血色，坚定硬讲：无爱，我拢食甲即个岁数，80有够啊！恁毋通黑白甲我乱舞，互我开换行。一时，病房内死亡的气压炸断声波，毋知是安怎，我规个耳孔鬼仔叽叽叫，心内迄个毋愿生离死别的声音，直直甲离直抽大嗦。无要救，我是毋是真不好？假使无要急救，阿母真正走啊，敢会是我害的？徛踮无法度倒打的生死，心肝疼甲白目。规工了后，阿母就平静来离开。伫生命终点做任何决定，拢是艰难。当阿母开喙坚定讲无爱，阮知影无意义的医疗对伊来讲，只是带来极大的痛苦。伊平静签下安宁等候医疗意愿单，一话一字，拢是无想要拖累囝儿逝世的爱。伫人生最后的旅途，伊用尊严替家己做出上好的安排。阿母的离开，阮做事实虽望毋甘，毋过阮知影放手才是对伊上大的祝福，因为伊毋免搁再受苦啊。